一届的中秋连假，有一团28人的旅行团要坐马印航空到日本的大阪，但是28人拢无出现，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根据着平面媒体报道，可能是旅行社为着要抢热门时段的机票，所以用假顾客资料先甲28位买起来。 但是买起来了后，煞袂记哩国家卖出去，才会造成这种规团拢无人出现的状况。坐飞行机都要提早3点钟来排咧，尤其是拄到节日假期，各台飞行机的机位差不多拢有8成满，抑过有中秋节出发要去大阪的旅游团，规团拢无出现。 有旅行社业者接到航空公司咧问，讲大阪团规团拢无出现一个问，才发现讲，毋是伊的旅行团，抑毋过原对这款情形感觉莫名其妙。依照平面媒体报道，是旅行团甲马印航空用假人头资料去占位，后来敢若是袂记去，才伫中秋节规团拢无出现。是讲旅行社业者认为讲，这款代志无啥可能。 空服人员详细的服务飞行机顶，还有游戏机会使消磨时间。这间马印航空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属家航空公司，2016年头一摆飞台湾，而且机票就包括20公斤的托运行李。想要飞韩国，韩国本土嘛有较俗的机票通买，像讲真航空就是2008年飞台湾，是大韩航空机械子公司，甲真济间传统航空公司拢有联名。啊，那中国方面以春秋航空上出名，伊是中国头一间民间经营的。 有些廉价航空都一直在抢所谓正航航班的市场，他们飞的点会比较不一样。目前所谓的廉价航空取得2、3线的城市的落点，会相对来得好一些些。依照民航局的统计，飞台湾较俗的航空公司都有22间。疫情后，大家小心要出国游览，所以讲俗家航空嘛以本身的特色，甲较俗的介绍，积极咧抢攻旅游的大饼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